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看到反送中哦，已经过了年半这个时间，咱讲这个运动的能量哦，佮受到这个关注吼嘛，因为咱讲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关系哦，渐渐伫咧消退啦吼。咱们看到讲吼，11月24，这个黄之锋甲命运女神吼，这个州庭哦，因出庭的时阵，承认讲是煽动其他人哦参加未经批准的这个集结者的这个罪啦吼，向阿管这个房吼向判管伫咧。咱嘛看到讲吼，今日这个判刑已经这个确定啊吼，咱看。吼，等下讲到因的这个罪名是啥物吼？分别吼，互判13个半月啦吼，另外嘛判着讲吼，这个8个月。那么讲吼，这个判刑进前，黄之锋伫咧面册头顶就看出着讲，伊伫笼仔内吼，这个手写这个批示讲伊啥？单独去用监禁的这个经过吼，被怀疑讲吼，这个身体内底去用畅毒，互伊真正是非常的这个艰苦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黄之锋，伊讲吼，坦白讲，心内这个不安甲这个焦虑啦吼，会当互伊安那，互伊学习啦吼，甲这个笼仔内底受到这苦难，转做是吼成长的这个果实。但是咱看到吼，今日真正是因为这个过去吼，伫咧6月这个时阵吼，这个煽动包围警总去互人判刑，咱头头讲到13个半月，另外州庭是10个月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反送中运动啦吼，这个经过年半这个时间，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真正是唔知影悔改安怎讲咧吼？伊讲吼，伊拢感觉吼袂抱歉啦，伊讲我敢有做唔到啥物咧？另外伊佫讲到啥？香港办的这个国安法实施了后，香港是往这个正确的方向来去行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伊嘛头一摆吼来要下面讲未成年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抗争者吼。若是讲吼，这个18岁下，你若是有悔改意思，并且认错咧，咱就讲吼，要予伊一个改过自新的这个机会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就来好好对话讲香港未来是安怎来去变化。这部先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员廖福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锡志。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台湾基进新闻部主任张博洋。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咱等下嘛透过连线吼来连线到咱香港的这个议员吴坤泰啦吼。首先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咱讲的这个黄之锋也好，州庭也好哈，这回已经去用判刑确定，先做来看。香港总治前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龙干甲前员州庭，去年6月伫反送中运动的时，因为带领民众包围香港警察总部，互警方逮捕，并且控告因煽动他人明知煞参与无经过批准集结、组织无经过批准集结，甲明知煞参与无经过批准集结。香港法院伫审理了后作出宣判。伫进前的审理当中，黄之锋伫法庭上承认前2项罪名，伊否认明知煞参与无经过批准集结罪，结果互撤诉。也那林龙干甲州庭是承认所有互控诉的罪。因為我哋咧係去選擇承認控罪咧，今日嘅案件咧係應該會直接跳過審訊階段，直接結案陳詞，甚至有可能判刑，亦都係意味住咧，其實我哋3人咧係有機會即時還押。面對住國安法嘅打壓。白色恐怖嘅來臨，即使我哋面對住監禁刑期，或者我哋有機會係被還押都好，我哋都唔會放棄。去年6月2日，黃之鋒帶領抗議民眾做火化口號，要求警務處長出來對話。後來抗議是愈來愈嚴重，除了影響到交通、立法會收回，佮包圍警察總部。州庭講雖然有心理準備，也是感覺會驚。今日或者係不久嘅將來，係有一個可能性係要面對我人生第一次坐監。當然，我對好多未知嘅未來，包括係嚟緊嘅判決，會有好多唔同嘅不安。但希望大家唔好忘記，就係有好多或者比我哋犧牲得更加多嘅手足們、朋友們。做咩啊？會議再暫停。許智峰議員。咱若朱凱迪是伫6月的立法會進行的時，手舉控制標語，而且判有臭味的液體，想要阻擋國外法3讀庭書，地書會議暫停。跟賣國賊嘅事實，朱凱迪議員説中咗咧，你又不檢點，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室。就話你嘅行為咧，令到立法會嘅會議咧。11月18日起，朱凱迪甲其他2個前立法會議員，攏透過人面冊表示，香港警察伫迄天透早6點外來掠人，而且送去警署進行調查，指出就是甲佇立法會判有臭味的液體有關係。
迄当时周庭呼吁外界继续甲因赞声，包括其他互拘留的香港人，也若黄之锋是对边仔的人讲，大家爱挡好条，伫外口的大家爱继续加油。记者综合报道。那么透过连线来了解咱伫香港屯门三星区的议员吴坤泰，议员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啦吼，咱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三个人吼安怎去互认罪吼，也是讲定罪啦吼。首先，咱嘛要带着观众朋友来看讲吼，今日受审这三个人背景甲一方指控这个罪名，咱头讲黄之锋即阵才24岁尔吼，伊过去就是香港众志的这秘书长，嘛是社运组织的这个学民思潮的这调集人吼。2014年参加这个雨伞运动的时阵吼，嘛是选到这个 Time Magazine 吼，全球25位上有这个影响力的这个少年吼。咱嘛看到讲。另外一个吼，这个明仔特别过生日的24岁这个周庭啦吼，但是今仔日对于这个生日礼物来讲非常的这个无好啦吼。咱嘛看讲伊过去吼伫香港这个种植是前副秘书长啦吼，嘛是讲吼红做是香港的学运女神，另外一位是伫这个林龙安啦吼，伊嘛是这个社运团体之这个学者这个参与的这个人士之一啦吼。红指控的这罪名，咱三个有看到啥物？2019年这个6月2日吼，反送中运动期间吼，包围这个警总啦吼，另外控啥煽动其他人参与着未经批准的这个集结啦吼，另外明知影也是参与着未经批准的这集结，咱讲2项罪名啦吼。首先，咱先请教这个廖福德这个研究员吼，咱其实看到讲吼，这个罪名安尼甲按落去，其实吼因头先是这个吼直接来认罪吼，大家嘛感觉真妖异啊，是安怎直接认罪，无要去做。其他的咱讲吼甲这个法律上的这个攻防伫咧咧。我就嘛感觉讲有迄个真奇怪啦吼，因为一般的政治较偏有政治案件吼，这个审判的过程其实是真好一个所在，在讲你的意见，吼，不准就是发生啥物代志，我的诉求是啥物，吼，我想你甲大家嘛印象会有印象，台湾的美丽岛事件，这个审判的过程就是讲。你被告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明知讲未来的判决的结果对伊是无好，啊，不过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你的意见，我感觉本来应该是真好的机会吼。啊，不过咱也袂再讲强迫的要求，咱即寡少年伫香港的少年人，讲一定爱安怎做啦，对无？因为我想伊有其他的考虑啦，不过我是有其他考虑吼。啊，不过今日去判决，我感觉讲，你大概感觉讲，其实是判决嘛无算轻哦，嘛10几个月超过有1年哦，吼，嘛有7个月安尼。啊，不过大家爱去思考。这唔是用香港的国安法咯，这是一般的法律来尔，就是讲你迄个一般的法律，你讲你明知啊无迄个参加未批准的迄个集会，还是讲你去煽动别人去参加这个无批准的集会啊尔。照你讲过去的，你也讲咧英国时代，在香港这是一个基本的自由。OK， 照你讲你集会游行，应该是拢袂去用迄个去阻止的吧？吼，啊不过你来看讲，安尼这个无共的3个阶段。你若在香港、英国迄个时代，香港这个部分其实完全无问题，吼。啊，即摆第2个阶段就讲这个判决这个时阵，迄个反送中这个时阵，切到中啊这个时阵，开始已经慢慢已经较差去啊，是较严重去啊，吼。啊，我未来更较差，迄个国安法，就讲未来这共款这个这个行为。可能都唔是用这一般的法律来尔，就变成香港国安法。所以你来看这无同的3个阶段来讲，知影讲香港其实是愈来愈严重。这值得咱来去观察，到你来去支持咱香港的朋友，继续为着咱的民主、甲迄个法治来个做奋斗。有影吼，爱支持香港吼。咱过去讨论香港吼，自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就是关怀这个香港的这个朋友吼，甲当然吼，咱嘛是继续来支持香港的这个朋友吼。但是咱看到这回这个判决一个出来吼，啊嘛，互真侪人吼，犹豫讲为什么这个判这尔重啦吼。啊，过去咱嘛讲吼，这个法官伊是安怎讲吼？伊讲吼，本案是过去吼，就是有先有标定的吼，啊3个人拢是真积极的这个参与者吼，啊咱讲吼，积极有一定的这个规模伫，咱头拄仔讲的吼，是包围啦警总这个部分吼，啊咱讲吼，这个示威者发的这个口号啊，目的吼，真正是冲击警方、挑战警方的这个权威啦吼，所以讲吼，这个集结吼，比其他的集结更较严重，所以咧判讲吼。这个吼，该吓惊这个刑的这个刑罚吼。另外，即时监禁是唯一的这个选项啊。所以咱头拄讲到13个半月是黄之锋，周庭10个月
另外咧，林龙岩吼入狱是7个月未当来缓刑啦吼。咱看到周庭吼，伫咧吼听到判决的时阵，伫遐哭啦吼。另外其他律师吼嘛申请保释听候上诉，但是从这个吼拒绝啦吼。所以咱头段嘛讲到吼，这是唯一即时监禁是唯一的选项。咱先搁透过连线要来请教这个吴议员哈。议员不好意思，我们再跟您做个连线了哈。我们看到。这个判决一出，相信很多这个比如说我们在香港的这个泛民主派的人士也好，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民众也好，情绪是怎么样的？其实现在因为是肺炎的疫情的关系啊，其实比较困难，就是在寻找一个就是比较大的群众的集会来声援，就是黄之锋、周庭跟林朗健3位的抗争者。然后当然就是香港也是会有觉得就是这个判刑是比较重，我自己觉得就是法官的判决也是比较重，但是如果是从过去就是戴耀廷教授。过去就是占领中环的判决来看的话呢，其实也是比较轻一点的但是往后的日子，我觉得啦，香港人可能就是有一些过去就是和平集会还是游行的参加者，他们可能现在已经就是在想，是不是还是需要留在香港的问题。如果就是看到英国政府刚刚公报的那个文件的话，其实现在有733000个香港人已经就是申请还是拿下了那个英国海外的护照，可能就是会在年初开始就是会陆续的可能到英国去移民这样子。所以在国安法的实践之下，其实香港人其实的那个。享受自由的空间相对有限，连那个声援的空间也是差不多是看不到了。其实这个吴议员吼讲到吼，就是讲吼，这个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一通过了吼，其实这个限制着真济，咱讲吼游行集会这个空间吼。头拄仔咱嘛讲到了吼，咱讲吼这个吴议员讲到，讲每年啦吼，也是讲今年看到讲吼，申请伫英国这个移民这个部分吼，应该是真济吼。大家嘛看到讲，这个香港可能真正袂遐多，搁继续来生存落去，所以大家吼逃亡的逃啦吼。但是咱看到即届这个判决，咱搁先来请教吴教授啦吼。其实咱看到，咱头拄讲到，这个判决其实算起来无遐尔轻吼。咱头拄嘛讲到，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的这个影响伫咧啦吼，大家吼可能吼受到这个空间集会这个压缩的这个空间吼，尤其来去吼空间尤其的细啦吼。所以咱讲香港人敢若只有逃命一条路吗？当然吼，咱看到香港即马拄到的问题，当然咱有感觉讲，过去这遮侪少年人咧争取香港的自由、香港的民主吼，因要付出的政治的代价吼，遮尔大吼。咱看因这几个少年人吼，这3个少年人平均年龄差不多拢24岁到26岁。是。这个年纪应该是咧台湾来讲，应该遮侪人嘛，搁伫咧大学嘛练研究所啊。所以。咱看到因这少年人为着因家己的所在吼，为着要民主，为着要自由。当然有侪人讲因嘛是为着要独立吼，但是我是感觉讲吼，上大的共识就是讲，因希望讲台湾香港会使未来亲像台湾相共，会使有一个自由的所在，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安尼。但是中国。也是中国所做的一切吼，为着就是讲，我无法互你发展遮嘛，所以咱之前一直讲一国两制，也是讲中国甲英国所建立的所谓的联合声明吼，这完全拢欺骗所有的香港人嘛。所以对这些少年人来讲，因当初知影讲啥物是政治，啥物是因关心的代志了后。因所付出的代价，当然因即摆所想的、所感受到的，一定是足大的压力嘛。咱看到周庭，伊嘛伊敢足紧张的，伊嘛毋知未来要安怎，伊第一摆掠去关，佮看到黄之锋伊之前嘛有这个经验嘛，去关3个月嘛。但是咱看到因对着面对遮尔大压力吼，佮同时佮爱看到社会对因的期待，我讲这有当时啊看到咱伫台湾咧看，真不忍心啦。但是咱嘛就希望讲，咱台湾人甲全世界各国民主国家拢会使联合起来，来甲中国讲，也是甲
香港的政府讲，你安尼做基本上就是对咱人类发展上的挑战，是对人类挑战哦。基本的价值、民主的价值，这个我刚刚这是咱普世的信仰嘛，所以香港的少年人为着这去争取应该家己本来该有的这观念吼，我讲这是伟大，但是未来刚刚应该去这侪人拄着这个问题，啊是要安怎？是，我讲这是咱国际社会也是咱民主国家的道义的责任。有影咯，虽然咱讲吼，因3个人吼判刑伫咧香港判刑，但是上后尾迄个人是啥？是中共吼。继续咱搁请教辟勇啦吼，咱看到这个部分，这个咱讲香港版的国安法一通过啦吼，啊，甲即阵吼已经这个咱讲7月通过到呾，已经要第6个月啊吼。啊，咱嘛看到讲因的这个束缚真大，咱今日看到讲这个判决以外，其实吼，这个《苹果日报》的这个创办人吼，李志英嘛，伫这个香港遐国强掠起来吼。你安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影响力吼，伫咧这个香港的这个影响？其实我感觉是讲，因为这个最近发生几项代志哦，顶个月的时阵，中共拄啊好有这个第19届这个五中全会啦吼，啊理论上以往啦，这个五中全会内底是要讨论讲阿强的这个下一任领导人或是啥物人，比如讲伊后到5年的这个计划，结果这道呢反正讲颠倒是讲较特别的是讲，伊这道是讨论一个2035年计划吼，表示啥？表示讲习近平有可能伊无想要伫5当期来甲这个接班人甲伊搞出去，所以伊嘛无去讨论讲后到的这个接班人是啥物人吼。啊，再来另外一件是讲，如果按照邓小平所有的这个50年不变的这个计划来讲的话，爱到这个50当的这个期限，还有27年，所以迄当阵习近平已经94岁啊，所以对习近平来讲，伊有这个时间顶悬的压力，啊，包括着另外一个最近是这个林郑月娥有咧讲嘛，伊讲伊对反送中伊对送中计划这件代志，伊是完全无后悔，伊完全无认为家己做唔到代志，所以因为林郑月娥这句话内底，咱会当读到一个，咱会当读到一个讯息，就是讲阿强啊到近，伊个无拍算讲要放香港人过啦，啊，所以伫这个过程内底拄啊好，最近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大选当中，啊，对中国来讲拄啊好，因为武汉肺炎包括着这个美中贸易战，伊是去互美国拍甲节节败退。但是因为最近美国内底拄着一寡政治上的问题，所以拄啊好，互习近平伊嘛心内底嘛是讲这个憋很久了，吼，所以对伊来讲，伊要找一个压力会当施压，会当舒压，吼。啊，这舒压的方式当然就是摕香港人来开刀，所以咱看到黄之锋啊，看到这个周庭内底，吼引起互人安尼算是讲判刑，这个物件嘛是要甲因欺负，吼算是讲甲因这个打压，互香港人看，互因知影讲，我中国才是你香港内底香港的这个后壁上大的这个 boss，但是实际上你香港人虽然叫做一国两制，但是实际上你这个体制内底是叫做一国一制。啊，因为对于中国来讲，我感觉伊即马最烦恼的是香港有可能有4个问题。一个是讲伊第一是因为反送中的问题，所以伊惊香港会失去控制。第二是反送中引发到的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包括伊的民主制度去用破坏，所以伊惊讲外国，因为香港是一个算是讲连接中国跟世界各地的一个桥梁，所以伊惊讲外国会因为香港的代志了后呢，颠倒去质疑着中国，吼你规个这个内控机制有问题。第三，伊嘛烦恼啥？烦恼中国内部的民意。如果看到香港人伫反送中内底会当徛出来的时阵，伊嘛惊讲，咱中国内底的这个中国人可能会反抗。好，伊嘛惊讲会失去控制，所以对伊来讲，即马努力的吼不断去压制香港人的即寡，不管是民主运动，找一个理由甲因掠去关，这对中共来讲，拢是一个会当互因的即个统治正当性会较搁较悬的一件代志。啊，所以我感觉讲，即道香港的。三个，即个咱所讲的，即个社运人士去用判刑的代志，其实嘛显示着另外一个代志，就是讲咱台湾这边要安怎来准备。因为咱即马香港甲台湾至少搁有一个台湾海峡伫中，吼，所以咱看到香港的问题的时阵，咱至少搁会当作为一个警惕。啊，但是如果真正吼阿强啊过海来到台湾的时阵，咱要安怎来准备？甚至讲最近有一个真有名叫做代理人的物件。如果咱台湾内部有即款的中国，吼，放伫台湾内部的一寡内贼渗透的即个间谍的间谍，吼，咱要安怎来处理？我感觉这嘛是咱看到香港的问题时，虽然咱无法度帮忙，但是咱家己要安怎来准备好应付以后中国有可能香港压制落来了后一步就是台湾，或者咱嘛要来准备。代理人这个制度吼，咱等下好好来个详细来讲吼。咱个回归头，这个毕竟吼头拄嘛讲。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吼，咱第一场都讲过，伊敢有做唔到啥物吼？真正伊讲吼，香港国安法
通过了香港是往正确的方向来去改变吼。另外，咱头拄嘛一直讲到，就是讲吼，伊头一摆要下面讲未成年的这个控警者吼，这嘛是代表一个吼信息伫咧吼，这代表什么？咱继续来请教这个吴议员吼。议员，我们再跟您请教了。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哈，她第一次提到说要赦免这些未成年的反送中的这个抗争者，这个讯息是要给大家讲说哈，过去哈大家在讲求啊这个港独的这个时候，因为过去可能这个教育，我们待会看到另外一张图了哈。另外就是讲到说啊，这些抗争者只要你认错有悔意的话。我们就可以让你有一些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对于香港的这个年轻人来说有用吗？其实就说的就是林郑月娥所谈及的，在施政报告里面谈及的所谓特色，其实不是台湾社会或者我们觉得知道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标准，因为林郑月娥要求的是哪些比较18岁以下的一些反送中的参加，然后被逮捕、被提告的一些的学生，他们一定要承认他们是犯罪，才可以给他们一个就是执行的机会。但是有一些个案其实是很明显，就是哪一些学生其实没有做过什么的，他们可能一些就是行为也没有做过，就是光就是站在的一边，然后被抓、被逮捕、被提告。那其实也要他们承认他们有责任的话，其实这是比较过分。所以其实林郑月娥谈及的哪一个所谓的特色，其实我觉得是说说而已，这个此乃第一。第二就是如果就是他们一些学生，他们过去的实践在国安法生效之后，也有就是拿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跟国安法有违反的一些状况的一些旗帜，是看一些口号，他也不会得到特色，他们也是会可能被国安法的国安处会抓，然后盗卡这样子。你看到就是过去钟汉林还有其他他们的一些一些学生也是这样子被国安法去逮捕，所以我觉得啦，这个所谓的特色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高的门槛，也不是一个就是社会这个一个 amnesty 的样子，可以让社会符合的一个状况。可能嘛是真正无法度符合到这个社会期待啦。尤其咱讲林郑月娥安尼讲吼，伊讲伊敢有做唔对吼，其实这句话吼透露讲话，北京政府有影甲支持哈，所以伊才有法度讲出这款的这个话啦吼。另外就是讲中共这个通过港版的国安法了，会当吼这个香港这个走向这个正道啦吼。教授啦，安尼看吗？我感觉林郑月娥伊讲我无做啥物物件唔对吼，其实就是讲伊家己表示讲伊是咖喱人啊啦。OK。就是讲我承认我是中国政权的咖喱人啊。OK。所以讲中国政权叫我安怎做，我完全照伊的方法做。所以伊用这个标准来看，讲伊家己无做啥物唔对呀。但是伊无看到讲香港这2-3年来有足大的变化，尤其是伊本来有可能是民主的环境，结果拢无去，颠倒个一件倒塌。民国法治甲人权其实是愈来愈严重的。严重甲讲你是啥物爱去考虑讲18岁以下的少年人，伊讲要甲赦免，还是讲安怎？其实这赦免讲起来，伊其实是讲一个考虑啦。就甲咱台湾有个缓起诉这个制度，伊有可能是讲要考虑讲我行政权，检察官，因为你是18岁以下，你若如果你承认你唔对啊，我就莫甲你起诉，暂时莫甲你起诉，就变做讲这个案件无。所以我感觉颠倒是林郑月娥应该想的。为什么香港有遮侪少年人是18岁以下，会去行去街仔头，要去抗议，要去诉求，而且这个诉求是对香港政府完全的无信任的理念。所以讲，香港的少年人，尤其是18岁以下的少年人，伊的烦恼是讲，我的未来啊，是，这个土地是我要未来要大的所在。你即摆这2-3年看到是要甲咱愈来压迫。愈来愈无民主，愈来无法治，无人权。我以后要哪生存？我要想，所以我伊真的会烦恼嘛。我相信你若讲只这个代志发生在每世界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少年人的烦恼嘛。尤其我才少年着，我讲遮尔久的迄落，年岁爱要过嘛，对无？所以讲，我感觉其实林郑月娥伊其实爱想的啦。你是要做一个咖喱人啊，还是讲你真正为着香港人、香港这个土地在思考的啦？这才是重点啦。有影吼，所以咱继续过来请教王教授啦吼。头拄咱讲的香港吼，特首林郑月娥安尼做吼，其实无符合着咱讲社会面，即咱讲香港社会期待啦吼。但是吼，咱头拄这个
廖教授嘛有讲到吼，可能伊敢若是这个咖喱红啊，咱个回过头朴阳所讲的吼，咱讲中共这是上大的这个 boss 啦吼，啊买手中国吼嘛会当看到讲吼，真正要互香港真正互伊这个灭亡吗？就当然吼，咱看一开始国安法伫咧制定的规定当中吼，就是拢是北京在主导。是。啊，到后来你看到，咱看到讲，譬如讲，这议员的严选，也是讲议员的资格，敢有去取消。是。这拢是伊拢经过北京来做决定嘛。啊，北京来做决定，表示讲，啊，你这香港政府根本就无路用嘛。啊，当然咱看到林郑月娥，也是讲过去做过这首长的人吼，伊拢从伊的选举过程当中，当然咱讲伊是，就是讲伫咧中国允许范围之下，做了所谓的小额的选举，或者是关闭门的选举嘛。所以伊这不是直选，所以伊所有来会摕到的这权力，拢来自北京嘛。啊，咱看到讲，其实吼，香港一直来会互人感觉有一个希望过去吼，主要是因为讲香港有一个完整的司法体制。有呀，啊，伊这司法体制上重要的就是终审法院的特色。终审法院就是因上革定法院吼所做所有的判官会使做，也会使做一个终审的这样的决定，这样的权利啦。是啊，我为什么讲到这终审法院？终审法院伊内底哦有14个是，唔是香港人来做法官，伊是请外国的甲资深的法官来做。是，所以这14个吼，在过去当中哦，自从中国开始推行国安法开始吼，有2个人就是家己清楚啊，就是无要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因为刚刚讲伊也是来这做这，伊讲我就是替中共背书嘛。嘛是另外一个咖喱啊。啊，继续来，你看，即马咱看到中国开始做所谓的司法的破坏，是啊，甲伊政治的捕捉，啊，这效果是安怎？啊，到时持续上诉，不是就是最高法院来去背书嘛。所以你看到讲这个脉络，绝对不是讲今日透过所谓今麦香港的司法体制来去解决，没办法解决的。那只能说观察从国际上的压力来让香港或让还是讲来中国，互因很个侪压力。是咱嘛看到讲吼，这回这个国际这个压力吼，有这个10到15国吼，150个这个议员来去做一寡这个联署的这个声明。但是咱看到讲过去吼，连这个美国嘛支持着这个香港这个人权法案等等，然后但是即阵吼，咱讲这个美国政府若是换头家啊，这个咱讲敢会影响着嘛？应该是伊是美国的国会立法，是，伊是国会立法，唔是讲讲迄个行政的命令安尼。OK， 所以我感觉至少暂时是袂影响的，就是不管迄个拜登起来做总统以后，虽然总统换人，啊，不过伊是美国的立法，所以这个法律的伊个架构拢伫咧，伊拢有这个拢伫咧，吼，只是讲以后拜登会偌严格去执行这个法律。哦，这有可能都爱去观察。就讲这法律本身是伫咧，有这香港的自治法、香港的人权法，你会使甲迄个公布名单，吼，啊会使制裁，即款物件拢伫咧。只是讲你会使会偌积极去做这个代志，可能爱搁小思考一下。啊，毋过我感觉这基本的方向是袂改变的，基本方向是袂改变的。除非美国国会把这个法律甲修改，啊，将规个会议除掉，无伊个基本也是袂改变的。是啦，吼，这个国际这个声量这个部分吼，啊，其实咱头拄仔这个朴阳嘛有讲到吼，咱台湾这个声援袂使断啦吼，还佫有啥物方式无？是，我感觉即马吼爱做一个分析，就是讲香港进行回归的时阵是体制顶悬，包括主权顶悬的回归。但是这个中国一直认为讲香港叫做主权回归，人心未归啊，因为讲人心无转来嘛，所以最近香港发生另外一个代志是讲，伊甲因的这个通识教育全部拢甲伊取消，啊，甲伊取消了，安那变成讲伊的国民基本教育要入去嘛？啊，入去原因是啥物货？咱会当看到讲，即道黄之锋去人判刑了后呢，伊咧做几项代志。黄之锋这定少年人代表啥？代表香港人后
一代的希望，但是后一代的希望，才会反抗的人全部拢去阿强阿掠去关的时阵，包括调查，包括讲伊伫学校内底的教育内底，甲你贴底的洗脑，他在断绝香港人下一代的香港人有可能去反抗你中国的一寡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伊代表啥？比如讲最近这个国安法嘛是共款的意思，伊就是要伫主权制度啊少年家的这个洗脑顶悬，甲你完全过去毋是中国人的香港人，甲你变成真正是叫做中国香港人。吼，所以中共其实伊是最厉害的物件，是讲伊完全伊是进行一种规套专套式的这个洗脑，吼，包括咱即马画面顶悬看到这个通识教育科吼去互取消嘛。但是我感觉这个代志就变成讲，咱台湾这边嘛爱注意一项代志，是讲咱咧声援香港的时阵，咱嘛特别要去注意讲，咱咧声援香港的时阵，咱台湾内部。吼，刚有一寡为中国来的渗透的问题，吼，所以最近咱嘛有咧，比如讲咱台湾基进党过去的时阵，咱有开一段足长的时间咧推杀这个外国代理人法，吼，而且外国代理人法其实就是讲，因为中国要来台湾填主是咱的这个不管是两岸条例，吼，还是一寡这个投资的审查法案，其实伊无法度直接入来，伊无法度直接入来的话，有两种方法，第一是讲我中国的公司走去外地，走去新加坡，走去越南，走去马来西亚，成立另外一间公司了，曲线进入台湾，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是安那一入来台湾了，找到咱台湾在地，比如讲。要甲中国做生意的人，这就是叫做在地协力者。伊透过这个在地协力者，因为在地协力者伊毋是摕中国的身份证，伊是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所以伊若是来做一寡甲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讲符合伊的政治目的的代志的时阵，歹势，咱的法规无法度管到这个代志，就变成敢若啥？最近咱咧查一件代志，叫做美猪来猪的问题嘛。安尼行政院毋是甲咱讲迄个美猪的时阵，当甲你产地标示清楚。安尼好一个问题来啊！如果咱台湾咧选举的期间，看到一寡政治宣传的广告的时阵，我会知影讲，这后壁是来自中国的广告，也是来自台湾人的广告，也是来自中国叫台湾人买的广告，我都知影嘛。所以代理人法某一个程度，其实咱是参考啥物货？咱是参考两件代志。第一是讲，美国伫1938年的时阵，吼，伊为着要防止着苏联的这个宣传，所以伊做一个叫做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而且伫2018年的时阵，咱澳大利亚吼嘛有一个叫做境外影响透明法、境外势力透明法。这两个法案的物件，虽然讲一个伫澳大利亚，一个伫美国。这项台湾是无啥共款，但是咱用这两个法案的精神，咱来做一个，咱迄阵台湾基进加民进党的一寡，包括有美女林静怡、王鼎武委员，吼，咱来参考了咱讨论。变成一个叫做境外势力影响透明法，这个物件就是安那，咱就是要互咱台湾人讲，你去买猪肉的时阵，你知影猪肉是美国来的、澳洲来还是对来的？咱咧看电视、看广告的时阵，看到街头顶悬有宣传车、有扛棒的时阵，咱嘛知影讲，这后壁的资金是对来的。所以这就会当来有效，吼来防止着中国对台湾的渗透。因为咱去买菜的时阵，咱知影产地，中国我就袂买啊。我看广告的时阵，我看到候选人的时阵，我看到一寡政治的宣传的时阵，我知影中国来的歹势，我嘛知影讲迄通证的，我就。好，所以这个物件是讲，咱伫咧控制着台湾的这个没有违反言论自由的这个规范之下，咱去互台湾人会当加一站的这个保护。是。我讲香港即马就是讲伊无这个物件嘛，而且因为伊的规个体制，包括主权拢已经移交出去啊，所以变成讲伊即马内部参着，你嘛唔知迄是香港人，还是真正中国来的人。好，包括伊内部的资金，包括伊的政治人物，咱讲林郑月娥就好，伊是香港人，理论上是香港人选出来的特首啊，但是伊敢有服务过香港人无？伊服务的拢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包括中国的国务院，所以这个物件变成讲，咱台湾会当以香港为镜，咱台湾要安怎做？我感觉是这个代理人法，咱现主席会当来去讨论的一寡物件。是啦吼，这个彭勇吼讲到这个代理人法吼，其实进前嘛有讲到吼，这个香港这个洗脑的这个教育伫咱看到这张图啦吼，就是讲这张图安怎讲吼，这个通识教育科啦吼，就是过去有人讲啥，就是讲反送中爆发的时阵吼，拢是这通识教育科吼，教因这个香港独立啦吼，所以即阵要创啥？因即阵吼，拢讲吼当权者，你着要甲这个中国官媒吼，甲这个通识教育科安怎吼，甲这个吼，这个咱讲中国现代中国爱去认捌吼，另外爱甲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思想较透咧吼，甚至你爱去中国安怎？去遐做一寡这个考察，学生囡仔吼，爱认捌着中国来看世界啦吼。所以咱继续请教这个吴议员哈，议员在跟您请教了。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香港的这个教育有一个大变革了哈，就是在教育局这边也有提供说，过去反送中我们看到了哈，就是很多人支持港独，然后反对中国。那现在呢，透过这个教育的方式，要来弱化整个这个我们说香港独立的这个成分，那认同中国来看世界，你怎么看哈？未来对于这个教育或者是下一代怎么做变化？其实我跟台湾的群众也讲了，现在在香港的中学里
有差不多就是一些比较有名的中学了，可能这个学期已经有超过100人回家学校就退学，然后呢一些中学生其实也是会准备在未来的日子，可能是下一年开始就是到英国、澳大利亚还是台湾这样子去读书，所以现在其实有一些家长已经是用机票去表态对香港未来的教育是怎么样子。那归到就是你过去说到的那个状况，是通识教育。那通识教育其实在200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教育改革的时候，是因为特区港府来推动的。其实他们过去的意思就是在想，就是在全球化的时间里面，就可以让香港的学生比较容易是学到的一些东西，就是跟思考啊，还是跟全球化。还是跟一些社会比较有关的东西，所谓就是培养香港人作为一个国际公民的一个想法。但是后来慢慢发觉，就是那些亲北京的议员都觉得，因为这一个通识教育的课纲里边，其实就只有课纲，然后一些教科书就是不一定需要是使用，有一些时间其实一些中学的教师他们会自己骗教材。就是会自己做教材，就做那些资料套去教学生，然后那一些其实也是没有，就是跟教育局去看的，反正就是跟那个课纲建议就去教就是，但然后就衍生了很多问题，就是有一些可能亲北京的家长就是看到了一些课纲还是一些课程的内容，就觉得它不符合他们的心意。然后就往后开始，其实亲北京的议员们就开始需要，就觉得是不是将那个通识教育的课程啊，从一批就是一定要授的课变成为一个 optional， 就是一个选授的课务。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决定，其实不是跟北京的那些议员的方向去走，反而是增加。那个通识教育里边那个所谓的爱中国的元素，然后就是也需要一些学生，如果你是受那个通识教育的话，你必须要到中国大陆去参加一些课程，才可以毕业，才可以拿到一个 pass fail， 就是通过不通过的评级。所以现在整个的通识教育的课程其实已经被挖空。跟原本的课程的比较的话，已经被挖空，然后放进了一些爱国的元素里边。是啦吼，咱嘛看到讲中国的这个宪法，也是讲国家安全这个内容，嘛加入咱讲的这通识教育内底啦吼。嘛有人讲香港这教育已经互判死刑啊吼。这其实甲过去咱讲威权时代这台湾有要讲吼，但是咱有法度用什么启示互这个香港的这个人民无？我看大家拢知影，咱台湾的时阵，这个教科书的演变嘛。上古早咱迄个威权迄个统治的时阵，其实就是无啥物课纲可言啦。就是讲一单一的，大家有可以记国立编译员，就是为单一的版本，但你的版本的内容是拢国家咧控制，就是执政者咧控制。吼，为什么咱到尾做教育的改革，就是讲你该甲拍破，袂讲加讲有政府迄个版本尔。吼，你还有其他民间会使做的版本。吼，所以讲，敢会使就一寡原则性的规定。各个版本是大家民间拢去做，就你政府唔则袂讲迄落去控制讲这教科书，尤其是对迄个高中以下学生囡仔嚟教迄个内容。所以讲，即摆才多元嘛，比较多元即个价值。所以讲在台湾咱就行过即个过程嘛吼。你也看，即摆香港是颠倒头行。有啊。然后英国迄个时代，英国传统是无啥物教科书的啦。就无啥教科书的，你教就是你还有老师家己去找嘛。我知影我找的内容，我要教安怎是啥物件，你袂用讲教你牵一个版本互我都爱照去教。吼，所以你即摆是颠倒头行，不只是要有教科书，而且迄个课纲就是讲我设定，迄内容是我咧设定的。吼，即摆我讲无讲做决定的。这香港政府是未来这通识教育是毋是讲会迄落就单一版本？就讲一个版本尔。这版本可能同迄落中共出版啦，系啊，就是讲，就是讲形式上是中共出版啦。其实迄内容嘛是讲已经是讲迄落，中国政府已经讲会使收紧啊，种个同意啊，迄个部分迄个内容啦，就是讲你中国化以后，
的内容啊。所以讲，即摆是伫咧颠倒头行，可能是非常严重的状况。这是应该是该我感觉香港的民间政府，还讲少年人应该是真注意的代志。你看中国是慢慢啊，迄中国化。就是爱在香港政府内底、香港的社会内底，伊也知影是我是中国，我的国旗、国歌，吼啊，各这种的内容，中国化叫独裁的内容，拢放喺愈来愈放喺内底。是，有影啦吼。虽然看到这个中国化头拄啊影响，毋但伫教育头拄啊，这个吴教授嘛讲着吼，伫咧这个司法头顶啦吼。所以咱佫讲着吼，这个司法已经无独立性啦吼。咱嘛看到讲吼，真济吼香港的这个议员吼，这个 DQ 去啦吼。啊尾啊，咱看到这个民主派议员嘛总是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11月吼，真正是风波不断。第一风波，咱先看到11月初一啦吼，7名这个反民主派这个人士吼，去互掠去啦吼。啊，理由是啥？5月初8吼，立法会这个会议吼，去做出冲向这个主席台吼，等一个抓是讲扰乱这个行为吼，互违反到这个立法会相关的这个法规伫咧。11月初1的时阵吼，嘛得到保释吼，11月初5佮出庭应讯啦吼。另外11月11的时阵吼，中国人大常委吼对反民主派这个议员伫咧香港议会杯葛议事的这个行动吼，嘛互因这个取消议席啦吼。另外咱看到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这个资格啦吼，咱看到讲这个香港立法会反民主派，就咧当暗的这个暗时就宣布讲吼，人大常委这的这个行为破坏香港核心的这个价值啦吼，剩的15名民主派议员嘛决定要来总辞。另外11月18的时阵吼，3名反民主派前议员吼，佮伫咧这个透早6点的时阵吼，这个香港警察来逮捕啦吼，理由嘛是共款5月28啦吼，这个立法会国安法3读的这个定数吼，破这个物件啦吼，这个行为吼，阻挡这个定数吼，经政署来去做调查啦吼。过来，咱先请教咱的这个吴议员哈，议员我们再请教你哈 ，DQ 这个事情，我们后来看到这个泛民主派了哈，整个总辞了哈。其实你在去年也获得这个当选了哈，你怎么看这个15名议员请辞，连带你也好像有松动你的意志吗？其实15名的立法会议员呢，他们的决定，我觉得就是要尊重啊，因为毕竟就是他们看到的是在现在的立法会的那个延任的空间，其实是在里面可以发挥的空间有限，毕竟就是今年的立法会，他们现在的那个议席不是从那个直选那边得到，其实是这是北京人大。就是给他们的，然后所以其实来讲，如果是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一开始他们应该也可能选择就是不要这个椅子就算，反正就是等下一次选举他们可以再考虑。但是现在就这样子的状况了，反就是几名公民党的议员就是被 DQ， 然后就是因为一些就是过去在国安法生效之前。的一些的行为让他们被 DQ， 所以我觉得就是国安法生效跟没生效的时间，他们就是讲的没有那个追溯期，但是其实是有啦，反正就是从你的过去看你做什么，就是国安法只是一个法律让他们去 DQ 而已，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亲北京派的议员还是。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亲北京的一些就是一些团体啊，他们已经在搞区议会的议员，包括我在内，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就是也在想，就是可能也是在区议会里边就是 DQ 一批的议员。反正就是逻辑一些不同的罪名，就是然后林郑月娥也在说，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在考虑是不是要区议员也是要再算是就是效忠北京政府这样子啦，就是反正这个要求跟立法会议员一样，但是我觉得了，我个人觉得他比较困难，在这一届的区议会里边在做，但是。毕竟来讲，就是现在，要就是找区议员麻烦呢，其实也是一个亲北京派在下一年的2022年的特首选举的一个前奏，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模型。
是咱头拄仔听到这个议员吼，讲到吼，真侪人吼，这个 DQ， 然后真侪议员吼，这个 disqualify， 吼取消这个议席吼，啊，其实真侪泛民主派吼，已经对这个吼信心吼来消失去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这个亲北京的这个议员伫咧啦吼，吼拢已经吼做咱讲吼第2摆吼，咱讲后一回啦吼，咱讲特首这个选举来做一寡这个准备啊吼。啊，佮头拄讲到司法去互中共定条条，教育嘛去互中共定条条，连这个议员这个食处吼，拢嘛是去互掐掉掉啦吼。伫这个状态之下，咱搁来回过头看讲，反送中吼，伫咧原本的这个诉求甲即阵啦吼，咁啊，这个香港未来安怎何去何从啦？咱讲过去吼，伫咧反送中上初的这个5大诉求内底吼，咱讲全面撤回着逃犯条例吼，草案第1章啦吼，敢若是唯一达成吼。但是咱讲虽然伊撤回逃犯条例，但是买手伊清算的这个部分吼，有哪真济吼。其实咱头段嘛讲到2020年哦8月23的时阵，咱阁有讲到啥12名这个反送中运动者这个香港青年吼，自海路要来台湾的时阵吼，这个中共海警来抓落来吼，啊，咱看到讲吼。呼吁中共都要确保着这个政治犯的这个基本权利啦吼，因自行选择法律的这个代表权。啊，就是咱嘛讲到11月27的时阵吼，这个深圳公安局吼，将12个人来咱讲移送到这个检察院来审查，啊，家属嘛无收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消息，所以咱看到讲吼，因的这个要求啥，望讲会当吼去听实啦吼，另外家属嘛当委托。律师代表当事人吼，咱看到这个反送中自咱讲一开始演变到当吼，其实变真济，咱嘛头拄讲到运动的这个声量也是声势真正消失去啦。咱嘛讲到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啦，咱头拄讲到，伫咧中共这压力之下，因可能嘛真正无法度这个行回头路去啊吼。继续请教王教授。是，当然吼，香港人基本上因最近所参加的这。也是讲因推动的这所谓社会运动吼，目标就是为着要直选为着要争取会使选普选这样的一个目标嘛吼。但是咱看到中国即马一步一步的，譬如讲 DQ， 啊，搁有迄个严选是还是延任，这个不同的动作哈，我们看一看，其实它那个魔鬼哈。其实它是还有深层的地方可以去探讨的，因为第一个，它所谓的严选1年，不是讲每年来算哦，是讲至少1年 ，OK， 就是可能每年也在算，可能后年甲讲，啊，为什么？都要主持人有讲过哈，因为特首要改选是伫后年要头改选，所以特首的改选基本上伊一部分当然来自讲不是讲直选的方式所组成的选举人团吼，但是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立法会的席次，所以每年也是讲对中国来讲，伊感觉讲这香港的社会气氛，佫无适合来改选的时阵，安尼可能咱看到这立法会的议员，可能也是历史名词啊。啊，第二部分，我看到讲啊，你即马这济泛民派立法会的议员。总辞啊，15个10个月辞职了嘛？啊，尼即摆立法会是有干咩监督的认定？好像无啦，是有这10个月吼嘛无法度监督，因为建制派本来是占多数嘛。啊，第二伊立法院的立法会伊内底的迄个议员的功能，也是伊的权力，甲咱所想的立法院吼是无共的，甲咱台湾立法院是无共的，所以伊大部分对于财政还是讲预算有监督权，但是其他部分都无啥物制衡的能力啦。所以15个辞职，基本上伊对香港的意义来讲，是对为未来香港可能无法度透过议会路线来去争取权利，还是回到街头的抗争方式。所以我看到是讲，当然中国即马伫咧掠人，伊希望讲会使杀进政府，但是你爱看的讲社会。底层的那一股不说话的力量，啊，基本上各部议员会使伫咧议会内底替因争取因的权利，爱要安怎？可能倒来街头来抗争。而且迄个时阵，香港迄个时阵，咱会所想哦，中国去年底会使采取这么大的动作来去镇压，啊，你未来香港的社会嘛是为着要民主自由这样议题。一直追下去的话，那可能伊个冲突会越来越大。是啊，
这当然不是咱希望看到的画面啦，但是咱会该想象说，这虽然讲中国伫咧杀鸡儆猴，但是社会的一个压力一直压不下去，这个是上大的问题所在。是，其实教授讲到吼，就是讲吼街头运动可能佫有一寡即个力量会当吼，佫去吼颠倒来去吼吹出来吼。但是咱讲吼，即个街头运动，咱看到过去即个受到即个疫情的影响，真正是失真济啦吼。啊，反过头来，咱佫讲到即个朴勇头拄仔讲的即个代理人的即个制度吼，咱嘛有经历到一场图表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吼，就是咱讲的即个无论是基进也好，还是讲民进党也好，然后其他咧杀就是讲境外势力影响透明法啦，嘛佫称作是代理人法啦，头拄仔即个朴勇嘛有讲过。啊，其实吼，甲即个外国政治势力有关系即个团体吼，若是讲影响到咱即个选举，也是讲政策的即个施行也好，政党的运作也好，通行传播即个行为也好吼，拢爱要求讲吼，你的资金来源还是讲成员的即个背景，事无即个资讯，你都要透露互出来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真正伫台湾吼，今年都发生真侪件代志，尤其咱看到讲吼，即个香港人士吼，林明基也好，还是讲何文书也好。另外，嘛是讲吼，即个保护伞、即个餐厅然后去用破物件即个部分吼，拢怀疑背后主使者是中国的代理人有幕后即个操控吼，凸显着讲即个法的重要性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即个学者有讲到啥啦？代理人法会当吼，甲即阵的即个反渗透法来互相来补充吼，透明化相关的即个团体伫台湾的即个政治行为啦吼。啊，美国过去嘛有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另外 Australia 则嘛有2018年外国设立透明化的即个法案吼，拢是会当作为参考的即个对象吼。咱继续搁请教朴勇吼，即阵卡关卡伫啥物所在无？是因为去年吼，咱是想讲即个迄当阵是互伊通过即个反渗透法嘛，反渗透法嘛，迄是因为迄当阵咱台湾的法律内底面对着中国透过新形态迄种选举的工具，包括着媒体、新媒体的这些物件入来了，咱目前为止是讲无啥物新的法案会当来抵抗这些物件，所以迄当阵咱虽然推杀着即个咱有是80分吼，80分的即个境外势力影响透明法，但是后来因为民进党伊较得手嘛，伊想要通过的是差不多60分的即个反渗透法，啊，阮就想讲啊，既然0分到60分吼，至少会较好，咱就先通过这。但是我感觉讲，即个反渗透法经过一档的期间了后呢，出现几项问题。好，第一个是讲，你若是要来甲起诉，好，比如讲选举期间有人透过外国势力来台湾，透过即个选举的宣传，你要甲起诉。当你到掠到证据到起诉到判刑的时阵，歹势选举选了啊，韩国有可能当选啊，影响再就结束啊，所以迄当阵已经于事无补。所以对咱来讲，咱就发现讲，如果你要来阻止到这种外国对台湾的渗透，你有2个部分，第一是事前的透明化，包括就事后的你要甲伊发啊，你要甲伊起诉啥物，或者另外一项代志。所以咱来讲，咱即马要推出的这个代理人法叫做2.0。2.0的版本其实就是讲要向即马现主是有的这个反渗透法来甲伊互补。比如讲，这个反渗透法内底吼，有几项规定啊，伊第4条内底有规定讲吼，不得接受境外渗透来源之指示，吼，干预到啥物货，干预到总统的选举、总统副总统选举，干预到公职人员的选举，啊，佫有这个去影响到咱的公道选举，吼。但是伊是啥物货？这3项代志拢是选举登记了后袂当来干预。但是你嘛知影台湾的选举是安那，是先选嘛，先宣传嘛，宣传了呢，到某一天登记了，继续选。所以如果伊早就透过头前80%的时间，甲伊宣传落了后，伊只要登记迄天以后。好，伊就甲你讲，我也无摕中国的钱啊，安尼你就完全拿他没办法。好，所以咱这个物件要甲反渗透法互补的意思是讲，如果咱一开始我就知影讲，这个团队，好，这个广告、这个扛棒、这个电视啥物货媒体，好，伊有咧摕中国的钱、摕中国资金的话，安尼我就会当提早知影讲，这个物件是对台湾的选举好是有影响的。啊，这就向这个反渗透法来做这个互补。好，啊，另外一个部分嘛是要甲大家讲，咱是这个反渗透法内底，咱这个境外势力影响透明法，其实某一个程度是安那。因为即马吼真侪这种通派行为，因拢会摕言论自由、甲新闻自由来动嘛。比如讲廖老师前日阵仔参加某一个电视台要关这个换照的代志的时阵，伊嘛是讲言论自由的问题。吼，所以咱是安那，咱是讲家己叫你登记，我要知影你后壁的资金，我要知影你讲你这个资金来到台湾的时阵后壁是啥物人，啊，你中遐的线，吼，这个肉粽头掠起来的时阵，下骹有有遐尼济肉粽，有啥物人，我咧甲你掠着，但是我袂甲你禁止，吼，登记无代表合法，但是你无登记歹势，我会甲你发。这个名对，这个名是这表示啥？表示讲我无去影响到，我嘛无去
即个我嘛无去逾越掉所谓言论自由，甲所谓的什么台湾是民主自由国家，咱无去甲你逾越吼。但是呢，我是要求你讲爱登记，因为你要互我的消费者知影讲我买的物件，我看的物件，伊后壁是啥物人嘛。吼，安尼的即个前提之下，我无去破坏掉民主国家内底一寡规则，但是我阁会当有效知影讲，遮的资金来到台湾的时阵，对我有产生啥物款的影响。有影啦吼，所以咱透过即个香港，咱讲有即个挖北京的即个议员啊，好啦吼，咱讲即个。咱讲台湾可能嘛是我北京的这个部分，咱嘛爱吼，家接落出来吼，继续请教教授吼，甲咱修尾一下吼，这个代理人法吼，真正有伊的必要吼，但是咱讲头段嘛有卡关的这个所在吼，安怎搁加冲一步？我感觉最上重要一个原则就是讲，咱即摆爱用民主的原则来守护咱的民主。OK， 好多就阮破红所讲的，这是两个拢足重要。就讲咱爱有民主的原则，咱袂使讲用迄个独裁的方法。吼，啊，不过咱最重要是咧守护咱的民主。吼。啊，我感觉这个代理人法伊使确实有影使补充迄个反性逃犯，因为反性逃犯伊敢讲几个点，选举啦、政治现金啦，啊是讲迄个妨碍秩序这部分，即较是较明显迄个部分。但是这个其他国家要来渗透咱台湾，其实是足侪方法的，包括本媒体，吼，你嗰个公庙的组织、社团，你什么议会、农会、学校嘛拢有可能。所以讲最后透明是讲上简单的方法。这个资金就讲你做这个代志，唔是因为你家己，唔是你家己的行为，也唔是你家己的迄个资金嘛尔，是因为有别人，尤其是外国，所互你的资金甲行为，所以讲这时阵你要报，你要报，啊报互咱知影讲迄度，安尼影响台湾袂，对无？所以我讲这透明中，咱讲的啦，透明是最好的防护剂啦，防护剂啦。就讲咱这个物件啦，透明以后，其实。上简单的去解决，就讲无法度迄度，讲后壁有讲因为其他的无共的势力来渗透咱台湾，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来讲。啊，过去年通过这个反性逃犯，我感觉是一个起步，讲吼，因为大家拢有当来怀疑，也是讲去批评安怎，啊，种这渐渐有一个起步以后，慢慢再过来，咱讲较稳定的迄个成长，来咱为了咱以民主的原则来守护咱的民主，吼，那这我在台湾是非常的重要的代志。你看在台湾迄条，有在美国、澳洲的这个方法，是讲因为这世代无共，顶边拢是用真正咧钱咧炮甲你拍，飞轮机来。有你讲即摆唔是啊，即摆是透过其他都迄个复杂的资金，啊，到网络来甲你攻击啊，所以讲咱有新的方式。